近80%受訪人冇準備突發醫療開支。做嘢忙都擔心健康㗎，公司醫療唔夠點算呢？忙都要為自己着想。信諾升級醫療保，每日3蚊就有額外高達港幣100萬醫療保障。做足準備先有得享受沿路風景㗎。信諾自選醫療保，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個仔入咗校隊，成日出國比賽。運動好易傷，幫個仔買我哋份全面嘅醫療保險，先至放心。信諾專上醫療保，每年提供超過港幣2000萬全球醫療保障。投資係健康，除咗想健康有保障，都想有回報。信諾108 Return 健康全面保，期滿後可獲108% 保費回贈。信諾全線醫療保障計劃，靈活配搭，為你與家人健康生活做足準備。信諾真係同路人。顛覆你對梅酒嘅想法。The Choice 誕生。紅色、綠色、黃色、粉紅色、藍色，係五光十色啊！第29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9月2、9、16、23同10月1日，閃耀澳門夜空，帶俾你精彩難忘嘅晚上，感受澳門無限色。發酵嘅力量就係水潤原機，高斯黑糖精化妝水，激活20種美肌因子，好水潤啊！彈力升級，水潤原機，高斯黑糖精。北韓地緣局勢緊張，投資者避險情緒上升，美股連續第2日下跌，資金流向瑞士法郎、日元同黃金等等避險。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表示，支持美國聯儲局9月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聖路易聯儲銀行行長布拉德就警告，如果通脹唔達標，會損害聯儲局嘅公信力。新西蘭儲備銀行維持利率不變，又話可見將來都唔會加息。新西蘭元喺議息結果公佈之後偏軟，曾經跌至73.5美仙水平。歡迎收睇環球財經消息。紐約股市連續第2日下跌，受到美國同北韓關係緊張嘅影響，投資者避險情緒升溫。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36點，報22,0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不足1點，報2,474點。投資者避免風險，資金由股市轉投安全資產，美股受到影響。3項主要指數都係連續第2日下跌，各類股份普遍下跌，消費品股表現較差。不過軍備股受到追捧，道瓊斯軍備股指數升1.6%，並且曾經創新高。加上投資者趁低吸納，大市收復部分失地。道指曾經跌穿22,000點，下晝中段最多跌近89點，收市跌幅收窄。市場對迪士尼能否推出串流服務存疑，迪士尼股價跌3.8%，係表現最差道指成分股。飛機製造商波音跌1.5%，軍備廠商洛歇馬丁升1.7%。旅遊服務網站 Priceline 業績預測令到市場失望，股價跌6.9%。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6352點，跌18點。無線電視陸子琪報道。美元匯價下跌，瑞士法郎同日元發揮資金避險作用。美國同北韓嘅關係緊張，資金流向瑞士法郎同日元避險。美元對瑞郎跌1.1%左右，係6個星期幾以嚟最大嘅跌幅。美國國庫債券孳息率下跌，亦都有助日元向好。美元對日元跌穿110，而亞洲多數貨幣亦都下跌。其中南韓圜係貼近8星期以嚟嘅低位。另外，高盛認為美元會進入長期跌勢嘅睇法係過早。
睇睇美元最新匯價，日元賣出價110.11，英鎊1.3007，瑞士法郎0.9644，歐元1.1755。加元1.2697，澳元0.7899，新西蘭元0.7352，港元7.8145。美國同北韓嘅緊張關係惡化，今次係發揮資金避險作用，金價回升，升幅超過1%，觸及差唔多2個月以嚟嘅高位。紐約期金以每盎司1279.3美元收市，升16.7美元，升幅1.3%。現貨金最新報1275.98美元。資金都流入債市避險，美國國庫債券價格下跌，10年期同30年期長債孳息率都係觸及6星期以嚟嘅最低。2年期國債孳息率報1.342厘，10年期係報2.251厘，至於30年期長債報2.829厘。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警告，北韓任何嘅軍事競賽或者會發起衝突，都會係失敗收場。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北韓唔好再威脅美國，否則北韓將會面臨前所未見嘅怒火之後一日。喺社交網站發文，話自己就任總統嘅首個命令就係翻新美國嘅核武設施，而家已經更加厲害，希望永遠都用唔着。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特朗普警告北韓嘅言論並非計劃之內，完全係特朗普突然發表，令佢身邊嘅外交同軍事團隊感到驚訝。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發表聲明，話北韓必須停止任何導致政權滅亡同傷害北韓人民嘅行動，停止孤立自己，並應該放棄追求核武。話美國會密切監察北韓嘅行動，警告北韓任何軍事競賽或者發起衝突都會失敗收場。又提醒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應該留意聯合國安理會一致嘅聲音。北韓喺特朗普嘅警告之後，表示正審慎考慮攻擊美國海外屬地關島。結束外訪返國嘅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專機喺關島加油，並為特朗普嘅言論降溫，解釋特朗普只係希望金正恩明白美國嘅立場。佢又呼籲美國人無需擔心，認為北韓唔構成即時威脅，可以安心瞓覺。美國國務院亦都話，各個部門立場同總統特朗普一致。Whether it's the White Hous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e are speaking with one voice. And the world is in fact speaking with one voice.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閉門會議，商討北韓局勢。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納班濟亞呼籲美國保持克制，話任何刺激北韓嘅舉動都可能非常危險，認為軍事行動並非選項，應該認真創造對話條件。無線電視梁浩堯報導。美國聯儲局再有官員支持9月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但認為12月未必會加息。雖然美國通脹持續低迷，但最少有3個聯儲局官員表態支持短期內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今年議息嗰陣有決策權嘅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話，即使通脹暫時較低，參考其他經濟數據，仍然認為9月係合理時間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相信唔會對市場有好大影響，因為好早已經通報整個計劃，而且需要3至4年至能夠令到資產負債表返到正常水平。但係由於科技發展迅速，導致競爭加劇，零售業面對減價壓力，例如早前手機數據計劃大減價等等，都令到通脹持續有降溫嘅趨勢。所以即使12月可能再加一次息，但係如果通脹疲弱，需要更多寬鬆措施支持，亦都有機會押後加息。一直主張唔應該再加息嘅聖路易聯儲銀行行長布拉德接受彭博訪問嗰陣更加直指，春季嗰陣嘅低通脹令聯儲局感到意外。FOMC's been surprised by inflation coming into the downside during the spring here, and not by just tiny amounts, really kind of by a large amount compared to the progress that we made through 2015 and 2016. At least in my mind, leading to a reevaluation of our story about whether, our policy is leading inflation back toward target or not. 布拉德又重申，聯儲局應該增加議息之後記者會嘅數量，令到官員可以每次議息都以經濟數據為基礎制定貨幣政策，而唔係俾有冇記者會掣肘。佢提到近期美元弱勢，認為情況合理，因為歐洲經濟向好，歐元轉強。
無線電視黃文天報導。今朝請嚟康正嘅葉澤恒同我哋分析下外圍市況。Ellen 早晨。早晨啊 ，Mary。聯儲局咧有官員認為9月開始縮表啦，但係12月咧唔一定要加息。你睇通脹低迷嘅情況下，今年唔再加息嘅機會大唔大呢？睇翻嚟其實美國近期嘅公佈經濟數據量的而且確係見到嘅就業數據比較強啦，但係工資方面呢，個變數喺度嘅係。同埋另外就係北韓局勢緊張，你睇係咪一個轉捩點令到美股啦，以至其他嘅風險資產可能會見頂回落？睇翻北韓個政局方面嚟講咧，其實對同美國方面咧，似乎呢個人比較緊張一啲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嚟講，就美股咧可能只不過係借勢做一做個調整啫。咁大家都見到，其實美國嗰啲官員方面咧，都開始將特朗普嘅言論咧冷卻翻落嚟，咁希望令到呢個言論方面嚟講個爭拗方面嚟講，希望降翻溫嘅。咁呢樣嘢其實係會對翻嗰個市場方面咧，其實應該係有翻個支持作用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估計其實美股或者喺高風險資產方面咧，係借住今次回落之後咧，其實仲係有機會有個上升空間嘅係。好，唔該晒 Ellen 嘅分析。轉睇其他消息，新西蘭維持利率不變，而且暫時唔會加息。新西蘭元偏軟係跌至73.5美仙水平。新西蘭儲備銀行將指標利率維持1.75厘，係歷嚟最低，符合市場預期。行長韋勒表示，當地第一季經濟增長低過預期，但喺寬鬆貨幣政策、政府推出財政刺激嘅等等因素支持下，經濟表現預料會改善。但樓價升幅放慢，燃料同食品對通脹嘅作用減退，通脹未來幾季可能會降溫。強調貨幣政策會維持寬鬆一段長時間，喺可見未來都睇唔到加息嘅機會。美國原油庫存減少，支持油價終止連續2日下跌。紐約期油以每桶49.56美元收市，升39美仙，升幅近0.8%。而倫敦期油收市報52.7美元，升56美仙，升幅近1.1%。美國能源部公布，當地上星期原油庫存減少645萬幾桶。而蒸餾油庫存減少近173萬桶，減幅都係遠超預期。汽油庫存增加342萬幾桶，市場就預期會減少。台灣鴻海集團喺美國威斯康星州設廠嘅計劃，可能因為州議會未能夠趕得切喺限期前通過相關嘅法案而觸礁。鴻海上個月底宣布喺美國威斯康星州建設高科技液晶體顯示屏廠房，預計創造最少3000份職位，但係計劃面臨多項變數。威斯康星州參議院領袖菲茨傑拉德表明對計劃有唔少憂慮，特別係對民眾係咪有利，可唔可以推動高科技行業發展。佢又引述當局嘅報告預測，鴻海設廠嘅同時，州長宣布俾對方包括稅務優惠等總值30億美元嘅鼓勵措施，納稅人喺2043年之前都可能難以回本，亦即係未來25年，州政府俾咗鼓勵措施之後，都難以達到收支平衡。而且即使鴻海嘅廠房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州政府稅收因而增加，但最少喺頭15年，鼓勵措施嘅開支同埋相關代價仍然比鴻海帶嚟嘅好處多大約10億美元。所以議會需要更多時間做盡職審查，暗示未必能夠趕得切喺鴻海同州長定落嘅9月底限期之前通過鼓勵措施。根據雙方訂立嘅條款，如果鼓勵措施未能夠通過，鴻海可以無條件轉去其他地方設廠。除咗要喺州議會過關，環保方面亦都可能有阻力。當地環保部門表明，雖然鴻海設廠計劃嘅相關法案豁免部分環保方面嘅要求，但強調唔會因為新增職位嘅考慮喺環保標準方面妥協。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有報道話，中國鋁箔出口商將會就住美國商務部要求徵收反傾銷關稅嘅決定抗辯。路透引述消息話，出口最多鋁箔到美國嘅中國山東宏創鋁業會聯同其他11間中國鋁箔嘅公司，由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帶領，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申訴，反對美國星期2初步裁定中國鋁箔出口商接受政府補貼，要求徵收反傾銷關稅嘅做法。轉睇日本股市啦，日經平均指數咧係升緊55點，報19,794點。先休息陣，翻嚟會講下。金管局宣布增發400億元外匯基金票據，
雖然強調同港匯轉弱無關，但係港匯喺消息公佈之後，就由1年半嘅低位反彈，重上7.81對1美元水平。嘉明仲係中意你嘅，遲早都會翻嚟你身邊。你做咁多嘢都係冇用。如果唔係你，頭先嘉明唔會同我講分手，你俾咩收入？我係家姐嚟㗎。嘉明，人性鬥爭，掀起時代巨浪。我翻嚟要攞翻晒我所有嘅嘢。德國受逼隨巴赫列特約《天地豪情》，今晚11點10，翡翠台。與世界同步發展跨世代嘅鐵路版圖，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將於2018年通車，與國家高鐵網絡接軌，經鐵路前往內地城市嘅時間快咗超過一半，促進旅遊、商貿、專業服務、教育、文化交流同埋人與人嘅聯繫，帶來無限機遇，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紐嘅重要地位，聯繫更遠，成就更多可能。中國經濟新引擎，粵港澳大灣區，中山盛景上風金融商務中心。The Summit， 近80%受訪人冇準備突發醫療開支。做嘢忙都擔心健康㗎，公司醫療唔夠點算呢？忙都要為自己着想。信諾升級醫療保，每日3蚊就有額外高達港幣100萬醫療保障。做足準備先有得享受沿路風景㗎。信諾自選醫療保，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個仔入咗校隊，成日出國比賽。運動好易傷，幫個仔買我哋份全面嘅醫療保險，先至放心。信諾專上醫療保，每年提供超過港幣2000萬全球醫療保障。投資係健康，除咗將健康有保障，都想有回報。信諾108 Return 健康全面保，期滿後可獲108% 保費回贈。信諾全線醫療保障計劃，靈活配搭，為你與家人健康生活做足準備。信諾真係同路人。你有冇試過上網揾酒店？有冇發現同一間酒店房有好多唔同嘅價錢？Trivago 喺眾多網站同埋應用程式當中，幫你揾出最受歡迎嘅酒店。你可以好容易就揾到所有符合搜尋條件嘅酒店，然後揾到最適合你嘅房。記住 ，Trivago 顯示嘅係同一間酒店房，由唔同網站提供嘅價錢，所以先可以用至低價錢揾到啱你心水嘅酒店。酒店 Trivago。愉快多美好，來讓漂亮伴我長高。來吧去遊玩，順其自然在我手，健康足印伴我走。雪印 Nutratek 配方100% 澳洲奶源及生產，全面營養加保護，讓寶寶健康成長。哇，仲白雪雪添！爸爸，多推廣做緊開學優惠，最多可以減300蚊啊！好叻喎！記得買鞋前先驗腳啊！咁就着到舒服健康啦！着鞋要健康，去揾 Dr. Kong。喂，網售食物前要確保食物來源合法，喺安全嘅溫度同衛生情況下運送。特別要留意網上銷售限制出售食物，例如壽司同凍肉，要向食物環境衛生署領牌或許可證，仲要喺網站展示有關資料。另外，食物進口商或分銷商要登記同備存交易記錄。網售限制食物，領牌領證最基本。翻嚟節目時間，金管局宣布增發400億元外匯基金票據，雖然表明同港匯轉弱無關，但港匯喺消息公佈之後就由1年半嘅低位反彈，重上7.81對1美元水平。
金管局公佈將會喺8月22日至到9月19日舉行嘅投標裏面，分5次增發合共400億元3個月期外匯基金票據，每次增發80億元。金管局解釋，由於巴塞爾協定3當中嘅流動性覆蓋比率分階段落實，市場對用作流動性管理用途嘅相關工具，包括票據有龐大嘅需求，認為增發票據係合適嘅。增發票據之後，銀行體系總結餘將會由接近2600億元減至2195億。金管局強調，增發票據同港匯走勢無關，亦唔擔心港匯近期疲弱。主要係喺聯繫匯率制度下，港息對美息嘅折讓會促使港元進一步轉弱。當港元對美元匯價轉弱至到7.85對1美元，並觸及弱方兌換保證，就會出現資金外流，即係銀行體系總結餘收縮，屆時會引致港元利率上升，從而支持港匯。不過喺增發票據嘅消息公佈之後，港匯隨即由超過1年半低位反彈，對每美元重上7.81嘅水平。有分析就認為，金管局係希望減少市場嘅過剩資金。金管局講就話未係算係干預嘅，佢亦都唔擔心港元嗰個弱勢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可能只係短期即係補充翻嗰個即係吸收翻嗰個銀行裏邊嘅過剩嘅流動性。由於本港銀行體系嘅資金非常充裕，雖然美國自2015年12月以嚟已經加息4次，本港銀行仍然未有上調最優惠利率，市場正觀望金管局係咪進行干預，對市場作出指引。無線電視梁詠儀報導，九倉宣布正準備分拆，旗下包括海港城同時代廣場等等本港嘅投資物業上市。消息刺激九倉股價升近1成4。早前已經透露計劃分拆香港投資物業嘅九倉正式宣布，正準備以介紹形式分拆旗下嘅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喺主板上市。新分拆嘅公司將會持有包括海港城、時代廣場同埋會德豐大廈在內嘅6項投資物業，一共有約1100萬平方尺樓面面積，總值超過2300億，每年嘅營業額超過130億。分拆之後，九倉將會集中喺內地投資物業以及發展物業、其他香港物業以及物流同埋酒店管理。我哋嘅打算嘅做法呢，就唔係向市場攞呢個新嘅資金，而係一個簡單嘅方法，純粹將本來呢間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事實上係以1分為2。第二部分就係要將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呢個公司嘅一個申請書，就正式遞交申請喺香港嘅主板上市。咁我哋希望呢個正式嘅申請呢，係盡快可以完成。至於九倉上半年嘅業績純利就升超過2成半，賺超過84億，期內扣除投資物業重估嘅核心盈利72億，按年增加2成1，派中期息每股6毫4仙。另外，九倉又宣布將會以實物方式，按每100股九倉收到約48股有線寬頻嘅比例，向股東分派集團目前所有有線寬頻嘅持股。無線電視陳樂君報導。萬達酒店發展同大股東黃建林就住資產重組訂立框架協議，股份申請今日復牌。萬達酒店計劃以63億元人民幣收購從事主題公園設計、建造同營運嘅萬達文旅，將會以現金發行股份或者係可換股債券支付。又以7億5千萬元人民幣收購從事酒店設計、建設同營運嘅萬達酒店管理。同時向黃建林控股嘅萬達商業出售澳洲2個項目，以及芝加哥、倫敦同桂林項目嘅權益。交易仲需要2間公司嘅股東批准。得報章嘅財經評論同消息摘要。經濟報社評：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北韓發出嚴厲警告。平壤隨即威脅攻擊關島作出回應，令到東北亞局勢再度緊張。環球股市借勢調整，美朝仍然喺互嚇階段。不過一旦錯估形勢妄動，爆發衝突風險恐怕會大幅增加。信報社評：
ETF 無疑係近20年發展比較快嘅投資產品，但係喺香港嘅普及程度低。ETF 要邁向新台階，關鍵在於投資者要改變思維，令到非中港 ETF 以自身特色吸之引之，否則一切技術性安排只會流於圖具形式。上海證券報評論文章，人民幣匯率更加邁向市場化。咁市場對人民幣匯率波動有更加清晰嘅途徑。咁長遠睇，人民幣係強勢貨幣，呢一個係由中國經濟基本面穩中向好、國際收支平衡所決定。咁市場亦都更加適應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嘅態勢。百富環球半年純利跌超過1成4，賺大約2億6千萬元，中期息維持每股4仙，收入升2成至到16億元。期內電子支付終端產品銷量升1成半，整體毛利率係跌1.9個百分點至到41.7%，主要係受到中國市場競爭激烈同埋向海外長期客戶提供優惠嘅影響。中國鋁業就住近期股價急升發出風險提示。中國鋁業話，受到國家政策影響，利好行業發展，主要產品價格上升，營運能力有改善，而生產經營活動正常，內部環境冇大變化。但同時電價可能推動成本上升，導致行業波動較大，市場又不明朗。交俾同事同我睇下最新嘅天氣情況。早晨，係彭建華同大家睇天氣。今朝早有唔少嘅地方都落住雨㗎，大家出門口都帶定把遮啦。先睇下分區氣溫啦。截至上晝7點，各區嘅最高氣溫介乎喺28.9到30.9度。咁至於最低氣溫呢，就介乎喺27.1到29.9度。睇睇雷達圖啦，一股活躍嘅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今朝早葵青同大埔錄到超過30毫米嘅雨量㗎。預測為大致多雲同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同有幾陣嘅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減弱，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有32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會減少，週末同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酷熱。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介乎低至中嘅水平。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9，強度屬於甚高。轉睇其他城市天氣預測。潮州、梅州、惠州雷暴，深圳有雨。東莞、中山、江門、珠海有雨。清遠、廣州有雨。肇慶雷暴，湛江多雲。哈爾濱、瀋陽雷暴，北京多雲，天津、石家莊天晴。南京同杭州多雲，武漢合肥天晴。桂林、南寧有驟雨，貴陽同海口多雲。西安同蘭州天晴，銀川同西寧麗多雲。昆明有驟雨，重慶同烏魯木齊為天晴，拉薩有雨。天氣講到呢度，財經消息到呢度，再會。85台無線財經台，星期2起，全新4大財經資訊專題，助你創造人生財富。本地及海外樓市每日緊貼，捕捉投資良機。中西醫合璧，解救都市病密碼，為健康增值。走訪世界知名學府，傳授升學全攻略。後生叻仔，分享致富新思維，結合現有5大財金專題，成功盡在掌握。星期2起，無線財經台全方位投資。耀才證券再次喺香港交易所會議廳舉辦旗鼓迎戰大時代投資講座，由於反應熱烈，全場爆滿，信眾要求於8月12日加開第4場，費用全免，快打23431428登記啦！中秋每年都一樣，都係
係同一班人一齊食飯，一齊過節。唯有屋企人令呢度嘅月亮特別圓。常相見，常圓滿。香港榮華月餅。香港榮華。抗議！你咁長時間做嘢，好辛苦㗎。冇問題。奧嘉華有4D 溫感技術，1.35米超長按摩導軌，照顧好我每節脊椎。奧嘉華御手溫感大師，奧嘉華。我揀薩隆式冷敷，涼浸浸，舒緩肌肉至舒適，清涼薩隆式涼浸浸，強效鎮痛。除咗日常生活習慣，遺傳因素亦有機會影響到你有冇三高。我哋嘅基因潛藏住唔同程度嘅三高風險。及早了解你嘅 DNA 健康密碼，認清三高潛在風險，為自己及早防禦。投保指定健康保障，可獲賣 DNA Pro 基因測試及健康導航，致力助你減控三高風險。英國保誠。你有冇試過上網揾酒店？Travelgo 幫你比較250個網站同應用程式，超過100萬間酒店嘅價格，所以先可以用至低價錢揾到啱你心水嘅酒店。酒店 Travelgo 揾好工、揾人才 ，Top Leader 招聘網站實幫到你。好老闆、正員工，盡在 Top Leader。揾工、請人，即上 topleader.com.hk 啦。港股咧喺大家擔心北韓局勢底下咧，琴日就終止咗3連升喎。不過好彩咧，琴日個市底算硬淨啦。咁啊，終於嚟講，恒生指數收市都係跌咗97點嘅啫。咁但係咧，嗱而家都好關心咧呢個地緣政局啊嘛，會唔會繼續困擾個股市咧？唔使等啦，嗱即刻揾專家好冇？喺灣仔嗰邊有黃瑩喺度，仲有咧 Conita 洪麗萍啦，電話旁邊咧仲有論大師論常念喎。喂，各位早晨啊！早晨，早晨，早晨。誒黃瑩啊，我而家有啲驚啊，因為點解咧？嗱個道指咧，琴晚就唔係跌得多啦，但係始終咧就連續咧3大主要指數，美股嚟講都係向下嘅。咁啊，道指琴晚跌36點，曾經咧穿過22000喎，不過資金咧走曬去避難喎。係啦，咁啊見到金價方面咧就高位見過成1278蚊啦，都已經逼近係1280呢啲水平㗎，而且咧瑞郎咧亦都係有在呢個上升嘅趨勢啦。嗱，不過見到就係話日元方面咧亦都逼近咧就係110呢啲水平啦。會唔會其實都係擔心咧？即係問下 Conita 先啦，係咪大家呢啲避險情緒又好 VIX 又好啦，又再去到1個月高位，係咪都真係擔心咧今次？我諗市場上面即時都係會有啲咁嘅情緒反應㗎啦。你話係咪真係好擔心咧？我自己覺得又未必。但係呢段期間咧，可能大家咧就比較即係審慎咗啦。你唔驚擦槍走火咩？啊，嗰啲我諗而家初步都可能係口舌先啦嚇，即係你又講下，咁跟住而家就睇下，你哋睇下即係北韓嗰邊有冇咩言論反應嚇，咁呢個都係即係嚇通常啲政治嘅方法都係咁噶啦。嗱，不過今次講真咧，即係大家唔敢睇低北韓啊！嗱，而家琴日都講到啦，佢而家個技術嗰啲核武器啊，嗰個技術咧就好似係同大家想象中有啲唔同喎，勁過我哋原本所想像嘅，係啦，收收埋埋，原來咧佢